台股今日封关期超过500点，收伫咧33605点，台积电也收伫咧1915块，拢出现历史新高。台北市长邱万安今日宣布，和辉达正式签约，会设伫咧北树区的 T170倍基地，辉达呢要来拼6月动工。今年高铁伫咧过年疏运期间推出自由座等待时间的订货预购，用青黄红灯提醒排队时间的长短。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1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台股今日封关起超过500点，收伫咧33605点。那讲到这台积电呢，也收伫咧1915块，拢出现历史新高。这证交所今日也举办这封关的典礼记者会，证交所董事长林修平就表示，新的一年台股有机会挑战4万点。今天是台股封关日，中场收在33605点。统计近10年加权指数大涨超过1万点，市值更站上100兆元，再创新纪录。全年台股一直创下纪录行悬，那是以证交所今年元月上新的证券总开户人数1385万外人来计算，平均每一个股民赚245万。台股很强，台积电、台湾之光，赚个小红包而已，没有，就只有投 ETF 而已。包含加权指数，封关日收盘是33605点，加台积电收盘1915块，拢写下史上收盘新高纪录。算一下全年的加权指数，全年大起10080.3点，期待达到上100条，也有股民平均赚245万。过去的这一年，尽管有一些惊涛骇浪，但是我们再次的展现我们台湾产业跟资本市场的韧性。看这台股行势，对2025年2月初3头一个交易日大落1023点，到4月初7，美国提出对顶关税，迄天大落2065点，是史上落上最点的。初九收盘17391点，是全年收盘上低点。4月28听讲，因为美国关税谈判有进展，今日台股重回2万点。到今年1月，台股攻上3万点，2月封关收伫33605点，也是收伫历史上新高的纪录。去年降了3码，今年应该还是有机会继续降的情况之下，其实资金行情会透露出这部分的一个宽松的一个情况，对于整体的股市的资金的动能，其实会有蛮大的帮助。指数不可能一直涨一直涨，好，因为它这种情况就变成说急牛的方式会回档修正，会让你感觉像急熊。它对台湾的股市是很有信心，但是现在是在相对高档，如果我再买下去的话，会不会套牢在高档？台股要伫23开始农历过年了后头一个交易日，到底2026年台股是毋是法度挑战4万点？专家分析，要注意今年6月中真侪大厂伫 AI 投资，伊的营收是毋是也真好？那么就要注意股市可能会有修正。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邱万安今日宣布，和辉达正式签约，这权利金122亿，设定50年，上济延长20年地上权。辉达的台湾总部确定要设伫咧台北的北树区 T170倍基地。辉达呢是要来拼这6月动工，开400亿，对企业过程到营运呢，创造超过1万个工作机会。台北市政府和辉达正式完成签约。展出手提地上权契约书的正本，经过台北都是辉达的家。台北市长邱万安10日和辉达全球总税务长 Mark Stevenhouse 来签约。辉达的台湾总部正式确定会伫台北北树区 T17、T18基地，权利金是122亿，设定50年，加延长20年的地上权。辉达嘛展现对第一个海外总部的重视，伫企业阶段会开超过400亿。从新建到营运阶段，会有超过1万个工作机会，台北就是辉达的家，所以再一次证明，台北我们有相关的实力，同时也一定在未来成为 AI 科技产业发展最强的一颗心脏。辉达拼上紧6月来动工，辉达执行长吴仁勋6月嘛要来参加台北国际电脑展，两个人敢要共台做伙动工。邱万安表示讲是持续和吴仁勋在联络说明进度，希望会当做伙动工。另外副市长李书川做辉达进驻台北的杀手，嘛伫签约完成了请示，争取国民党新北市长的提名。我还是谢谢这个市长给我这么大的授权，让这个本身的这个投资案能够在北市科
配合回答总部的进驻伫交通运输的配套，台北市政府想要推出北市可无人驾驶的公车，但有可能要到2029年才有法度来运行。交通部表示是面对法规的限制，和基础设施还未完善。包括这个自驾车可能需要这些路测的感应设施那还有一些通讯的设备，这些资讯都还没有普及化所以这个部分也会影响自驾巴士它在路上行驶的时候的一些判断跟应变的能力。交通局表示讲，商业模式是上困难的部分，业者要出资上亿来开发无人驾驶的技术，面对真大成本的压力，和严重张显无法度模拟台湾真实的路况，所以来爱和中央来建议修法，提出配套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提出1.25条的国防特别条例，目前还佫卡在立法院。总统赖清德今日透过记者会时，佫再强调，若是这议程一直无通过，台湾可能会被排除在外。关键的武器然后交会，互外国认为讲呢，积极咱台湾守护国家的决心。若在野党也积极讲，已经三读通过军人加薪水，政府无要依法编预算，是无要照顾军人。赖总统也回应讲，白眉拢是加薪水，除了有威胁的问题，也欠专业的考量。去年11月，就送到立法院的行政院版8年1.25条的国防特别条例，何在也几下摆组织到达也未付委审查。总统赖清德在伊召开记者会，除了防长、参谋总长，佮去协同三军司令出席，佮一摆向国会发声，有说一直无通过，强调要台湾退出美国优先名单，延迟关键武器装备的交付。21年前，我担任立委时，美国决定出售8艘潜舰等军购，稳定台海现状。但行政院提出的军购特别预算案，在立法院程序委员会被阻挡了69次，台湾绝对不能够再重蹈覆辙啊！参谋总长文家秋更加证实，特别预算包括强攻战术飞弹量产，跟台湾集团的建立就有关系。我们重点的案项包括了自制的强攻中程反战术导弹飞弹系统，以及会新购各类型战术反弹道飞弹的系统，以及低空的防空飞弹系统，可以建构从高、中、低层各个层次的有效的拦截火网，能够打造我们台湾之盾。面对中共军事威胁继续扩大，赖总统表示，印太区域国家今年拢增加国防预算，包括日本1.8条、韩国1.4条，菲律宾也增加，台湾佫较袂当例外。除了2026年度规划编列8060亿，另外还有8年1.25条的特别条例。对于在野支持是政府无依法编列军人加薪预算，无照顾军人在先，赖总统严正声明是错误的连结。齐头式的大幅调升单一的勤务加级的数额，没有办法合理的反映国军各项勤务专业特性，也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诱因，吸引官兵至勤务繁重的单位。除了国会伫20年了后开期，尽速将今年度总预算案、行政院办国防特别条例是即审期春节了后，赖总统也会邀请5院院长林迪监视动员，向立法院长韩国瑜沟通。赖总统表示，要特别强调什么款的任务，不过也希望朝野化误解为理解，化分歧为团结。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国防特别条例草案已经互在野党挡落来10届了，总统赖清德伫记者会呼吁了后呢，这民众党团的态度落软，表示愿意甲行政院的版本和民众党的版本并案来审查。不过国民党团表示讲，也会提出家己的版本，甲这美国交会时间列入去内面。对着中共的军事扩张威胁台海安全，美方已经同意袂互台湾包含继续卖拖式飞弹、标称反加飞弹，也有 M109A7 自走炮这3大军售案。不过面临在野18家国防特别条例动来无同送审，军售案面临判决风险。总统赖清德亲身出面，讲到预算无通过，可能互台湾落出优先名单。对此，民众党团提出善意，除了家己提出版本，也头一摆对行政院版本同意复委并案审查。我们并不是打行政院版的这个军购条例，我们也同意院版的条例可以互委，大家一起在立法院做并案的监督。因应中国的威胁，这完整的特别条例、特别预算应该要一并复委。那在委员会里面，把各种版本做完整的讨论，尽快来通过。
民进党团总调陈清良讲，党团已经加军高调列列最上优先法案，开议就绪审查。民进党立委欢喜看到民进党放下成见，也呼吁国民党停止抵制。不过国民党甲民进党无共调，国民党团总调布坤基批评赖总统用话欺骗民众，强调最终三读的绝对不是行政议版，正是国民党的家己提出版本，甲民进党协商，甲美方荷兰的实质，而且具体到会期顶保证压力法。今仔去年底中共为台军演引起国际谴责，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共减13度挑战咱方 F-15， 包含释放这个烈焰弹，缀伫 F-15机尾后壁，也有美伫轰6颗轰炸机下面，闪避雷达追踪。也若歼16互咱方掌握了后，也挑工献出机北的飞弹，真恶质，亲像乌刀直接提清出来。紧贴大型军机的下方，这样企图在雷达上只看到一个光点，那接着就会进行这所谓的战术突袭，所幸都被国军给破解了。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对顶贸易协定特别签署进口车的关税议题也受到各界关注。经济部含这轿车业者昨座谈了后，劳动部今日邀请到国产轿车的相关工会来座谈。劳方是要求政府要针对产业对劳工的冲击提出评估报告含对策。劳动部长洪新涵强调，会伫咧旧历过年了后举行劳资政三方的社会对话，做伙来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台北对顶关税15%免塔加，但是传出美籍进口车销台已经定案零关税，是引发国产汽车业者的烦恼。在经济部邀请国产车业者开会交换意见了后，劳动部11嘛邀请经济部国产汽车的相关工会座谈，讨论冲击之下都款安怎保障。鼓励企业的转型升级，提升国内自主研发的一个能力，对于国内的相关产业的劳工。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做出受冲击影响评估。我们从去年其实就已经有在反映这一块事情了，所以说我们也会希望是说这个冲击对我们会对国产车啦会有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啦，不然的话其实我们劳工非常多嘞。避免降低对劳工的冲击，经济部表示讲，汽车产业包括水头水尾的厂商，会有30万人受影响，会提供30亿的专案补助。自估算出来的的确会产值上会减少这个1.94没有错，大概就是金额上就是40亿嘛，所以我们为什么先准备30亿嘛，来因应这样的挑战，然后看看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经过2点外钟的座谈，劳方是强烈要求政府针对这波冲击提出影响的评估和对策，嘛烦恼讲其他国家的汽车会有生产地的问题。更希望在这个调试的过程里面，这个企业端不要把劳工的权益给遗落，我想这是大家很重要的部分。洗产地的这个议题，这个边境的时候发现任何可疑的这个情境呢，都会移到经济部来，经济部也会再去做相关的这个调查。对劳方希望政府来举行劳资政三方的社会对话，劳动部强调讲，过年后会经一个时间来举办，让劳资会当对话，做伙提升产业的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洪都拉斯新任总统阿苏胡拉巴发讲要和台湾恢复外交关系，因为副总统呢梅西亚就表态，恢复台方外交关系是慢慢推动的过程，现阶段要先来检视和中国签的协议。有学者是认为讲呢，台湾和洪都拉斯的关系比较是关键，无的确有机会带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和台湾的互动。洪都拉斯新任总统阿斯夫拉1月底正式就职，因为竞选时要发出要甲台湾恢复外交关系受到注意。今麦洪都新任副总统梅西亚表态恢复台方外交关系，也是一步一步推动的过程。技术团队当咧审视顶一任政府甲中国签署的16项协议，希望协助总统阿斯夫拉做出最后决定。将秉持一贯开放、务实与不预设前提的态度，在总和外交及荣邦计划的政策指导下，基于平等互惠原则，持续推动双方关系的发展。学者严金生认为，美国川普政府敢是会照着关税，非法移民等议题来施压洪都甚至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甲台湾建立恢复外交关系，也是关键。除了洪都，也会当观察同款已经甲台湾断交的萨尔瓦多未来动向。其实，美洲国家经着中国压力，有望继续拓展甲台湾的关系。Taiwan has been a steadfast partner of Palau for decades, and one of the MOUs that we'll be signing today further extends that relationship.
表示总统会述人，去年5日空来台进行国事访问，展现双方邦谊，而且几摆伫国际上展现友台立场。也毋过，即马美国国务院点名北朝参议长包豪康收乌西钱，替中国政府企业甲犯罪集团宣传，对美国伫北朝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美国就包豪康第一制裁名单，袂当入境美国。商人在这些国家合法经营，然后呢，发生了一些冲突矛盾的时候，北京会要求说，我们需要跟你讨论这些，那就是趁这个机会来建交，我觉得是有可能。下届认为，先有北流马绍尔群岛等台湾友邦，位伫第二岛链重要的战略位置，已经成做最近几年美中竞争友外焦点。爱说离中国先透过民间弹出善意，佮慢慢冲击友邦甲台湾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拢已经食毒甲食酒啊，究竟是虾米款的依据，互你凭虾米会当赛车上街路呢？这新北市土城分局清水派出所的所长刘宗钦，顶年9月入勤的时阵，当到一个食酒赛车的查某嫌犯，以技术临检，说互这个说甲赛车呢，甲这个所长拖咧行，造成这个所长损失。新北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开庭审理，嫌犯的辩护律师主张讲，这被告有教坏可能性，不过死者的家属是无法接受当庭归落来，请求甲这嫌犯判死刑。案件经过着国民法官共同审理，一审依照杀人罪，甲伊判死刑，专案也会当上诉。用这么不理性、这么残酷的手段来伤害首长，真正把我们家给毁了。一个家庭是我跟我太太所建立的家庭，一个家庭是忠心跟太太所建立的家庭，一个是他岳父母的家庭。唔甘后生执勤，不过赔偿性命失去至亲的疼，高单也真艰苦。甚至警察刘宗钦的爸母搁较当庭跪落来，恳求法官判凶手死刑。危险的代志伫去年9月，都教就落的陈家雄，和清水派出所长刘宗钦搬走，伊弃剑逃走，再加将人一路拖行，弄到河南，造成所长当伤不治。面对审理，伫最后发现的时，向被害家属甲家己的家庭回事咧，也向法官求情，讲到伊的囡仔已经无爸爸，袂当无妈妈。伊的辩护律师是主张，被告有冤有教坏可能，争取卖以杀人定罪。做了一个很重大的案件，那我就赶快来生小孩呀！这个是我完全没办法认同。你不能用你把你的小孩推出来当一个挡箭牌。专案引起社会关注，法院展开密集审理，有国民法官参与审判。经过1点多钟的共同评议和讨论，在伊宣判以杀人罪判陈家雄死刑，提到公款终身。中心是我的主管，是我的同事，现在更是我们一辈子要陪伴的家人。我们警察团队永远都在，面对未来的科技犯罪或有可能的冲撞，我们都会添购详实的装备。甚至所长在乡进行任职的新北市土城分局，几个名当人甲中官拢到庭听判，也有民间团体高度关注。今麦一审出来，专案有冤会当上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美浓大树地区头乌沙石啊偷盗废土的案件，11侦结起诉，隆重起诉106人。检方表示，讲所有偷挖的面积加起来有2个大比乌棒球场遐尼大，不法所得可能超过3亿。其中前市议员助理赵丽君呢，因为涉嫌重大，初10一审桥头地方法院裁定继续羁押禁见。考察帮站起来，原地砍伫土面的乌棒啊已经掀起来。高雄美浓对去年8月小刷逼出几落件偷过沙石、偷盗废土的案件，大大红头过农地拢亲像安尼乱草草，这一窟遐一窟。上深的所在有15公尺深，互人口说讲是美浓大劫局。桥头地检署经过半年的深入追查，11侦结起诉。检方表示，嫌犯租地偷过沙石方发现了后，方要求吞吐的时阵，佮土背倒空，甲引荐废弃物车来遮倒，这是结构性甲集团性的犯罪，隆重起诉106人。执行14波搜索具体行动，共执行搜索57人，申请法院裁准羁押21人，查扣现金3197万，土地43笔，查扣38台重型机具。
检方表示，龙地峰头过面积加起来有2个大庇护棒球场大，嫌犯为啥就要去卖车贵头转来倒？这种上头赚的做法，估计不法所得超过3亿。其中前市议员助理赵丽君因为涉案重大，已经被法院裁定继续羁押禁见。虽然检方一捆头起诉上百人，不过看在民众的眼内，大家较关心的也是土地当时会当归还原貌。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连接到我们的水源的问题啊，因为毕竟你挖那么大的一个坑啊。除裁处行为人各300万元罚款外，并主动移送地检署侦办，后续处理措施将依废清法第71条相关规定办理。环保局表示，后续会要求行为人必须要把乱倒的庄仔架、阿摩头遐严禁废弃物处理清气。市长陈其迈进前要强调，行为人若是无照做，就会强制执行查封财产。记者郭家祖、邱朝阳、高永昌报道。讲到桃园山坡地面积，大约是占规个市的43%。市政府透过科技执法抓山坡地违规，去年拢总抓到86件，过年期间也会加强监控。山坡顶原土规片树啊，拢红扑了了。伫油梅的即块地，红发现讲，本来是申请小面积的口草，竟然是家己变做大面积的扑树啊，而且嘛涉及占用公有地才会违规。你们都不定时都会出来巡检？对，拍到的照片，我们再跟前期的图纸做比对。透过空翕机来做空中巡查，配合卫星影像变异分析技术，水务局是加强巡查山坡地违规，去年拢总罚86件。对于那个山坡地滥用，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很危险？对啊，很危险呐。啊，怎么说？那个人家如果有经过那里，什么都很危险呐。照规定就照规定去做啦。如果是合法，他评估过了以后，当然是无所谓啊。那你对于那个滥垦的，当然是不能接受啊，真的啊。会担心安全问题？对，本来就是啊。通市山坡地面积差不多占全市的43%。水务局统计，去年山坡地违规的案件，以无经过许可去建物，凊彩开挖种地才进行为主，对山坡地的安全和水土保持造成潜在的风险。即马透过使用科技执法来及时比对地貌的变化，伫监测的时阵，若发现啥物问题，拢会当随来介入处理。可能违规就从原来很小，然后变成很大的违规。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无人机的部分来做一个协助，那甚至于有涉及到占用的部分，都可以来做一个及时的处理。针对山坡地违规开发，水务局表示讲，相关会当罚到大票的30万，若是造成水土流失、情节真重大的，依法阁会当处6个月以上的有期徒刑。伫过年期间，嘛会持续加强监控，呼吁民众，莫准是无人看到就凊彩违规。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伫去年爆出非洲猪瘟疫情，对稽查、疫调到消毒、油喷气化拢出现争议。监察院今仔通过单协，甲前农业局长张敬昌等4个人移送庭改法院。当事人之一的前环保局长陈宏亦就表示，这案内场稽查数据拢是国科室提供的资料，家己是实话实讲。台中高铁去年10月爆发非洲猪瘟疫情，造成全国猪仔禁运禁台15日，产业损失甲补助达到21亿外。台中市府3局处首长就安尼落台，监察院事后调查认为，前农业局长张敬昌等4人处理失当情节重大，11以违反公务员服务法通过单协，移送顶改法院审理。禁载禁运15天哈，光是应急的这个损失跟补助的金额就超过21亿，实在不应该这么轻忽，给他交付弹劾这样。监委表示，前农业局长张敬昌是市府非洲猪瘟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说明疫调执行反复无共，指挥监督不力，造成两公消毒事件。前环保局长陈宏毅提出案内场稽查次数有出入，只是乌坑涉挖堆肥气化大量喷无符合环境部规定。前动保处长林如良甲组长周百准报告本CT数量已经超过警示标准，耽误采检审机。那个是业务科汇整出来给我的。当然稽查里面，其中有的是专门针对厨余，有的会针对废水，有的会针对空污。不同的业务科去稽查，当然是不同项目啊。怎么会这个也是事由嘞？我真的是吓一跳。所以我想后面就到惩戒法院公平公开在审理的时候，法官可能会对这些有利不利的都会注意。
监察院认定单方要伫非洲地质灾害应变中心记者会上提起，按内长3年稽查24摆拢合格，实际上2024年3月到2025年10月只稽查喷2摆。落台了后，担任台中市副机监的单方亦强调，稽查数据拢是各科室累经提供，只是实话实讲，会伫顶界法院个详细说明。方便一个张警枪手机也无接，调任警发局专员的张志良甲台中市府是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中国配偶立委李正秀国籍问题也未收煞，内政部长刘世芳今日就表示，2月初日进前就用双挂号甲国籍法的规定寄到伊的户籍地，认为这李正秀是知法犯法，强调会提供物件以上的资料给伊。若总有其他立委协助伊来调资料，啥人泄露秘密，就要负责任。欢喜做体操，民众党开始一天的台北高雄活动。不过，立委李正秀牵涉国籍争议，被执行2024年1月立委选举前甲登记为候选人时，伊原有中国户籍，到2025年3月才放弃，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有双重户籍身份，恐惊无具备登记资格。伊出面来说明，海基会那个公文一写得清清楚楚，对我并不是去年才放弃那个户籍，那政府官员他们应该都有资料啦。月初伫立法院报道时，则特别提出机票副本要向对方公安局放弃国籍的申请文件，强调家己毋是无权利放弃，而是无方受理，请内政部家己去试看卖。不过内政部长刘世芳讲，文件内底无看到任何官方收件囡仔，无法度判定是不是真正进行申请放弃。我跟你也没亲戚关系，我怎么帮你放弃这个？然后再来呢，我们在2月2号之前呐，其实我们曾经用双挂号寄到他的户籍地址，告诉他国籍法20条的规定，他是知法而犯法。岳飞12道金牌，目前我接到2道金牌了哈，我真的收到2份那个内政部的，但是说老实话，我打开都没有打开过。我们交的文件都已经证实了，我就唯一仅有中华民国国籍。李正秀讲，内政部认定家己有双重国籍，哪里欢迎先提出证据才来处理。不过刘世芳也讲同话，讲内政部身为国籍法的主管机关，若未提供物件以上的资料，就连调看资料也可能未提供。铁打的文官，流水的政务官。今天民主国家其实政党都会轮替，那其实不要因为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然后就来曲解中华民国的宪法。大家都应该依法合宪的来工作。那如果立法院会觉得说我们这样子不行的话呢，恐怕就要送到这个所谓的宪法的解释来处理。他会不会也绕一个弯，就是叫他的同事、同党的？去帮我调，然后你去偷看，那谁就负责泄密啊？民进党强调，李正秀已经摕到中选会颁发的当选证书，也毋过是毋是就代表具有立委的资格？刘世芳讲，也查中选会对任停书，也中选会是讲只有查无候选人有不得登记的状况，另外依法作业，会除了后调开的委员会议对任这项逮捕案件。记者综合报道。电影《世纪血案》引起真侪制作伦理的争议，包含制作公司无经过当事人授权，也隐瞒演员甲工作人员。有几位演员张龙发表声明，强调会阻止电影任何形式的制作甲放送。这46年前呢，头一位入去到林家血案现场的当事人，也就是监察委员陈秋瑾，也接受到公共集团华视的专访。伊讲出呢，亲目睭看到的状况，也呼吁大众唔通对当事人甲家属造成二度伤害。电影《世纪血案》改编引起真侪争议，互林家血案这个台湾民主史上重大的政治暴力事件，搁再受到社会关注。电影改编无经过林家和相关人士授权，这位演员拢发表声明，讲受制作单位隐瞒参与摄影，因要求阻止电影的制作甲放送等等。崔在暗电秋瑾嘛接受华视的访问，伊是46年前头一位入去林家血案现场的当事人，也是当年林义雄省议会的秘书。伊讲出亲目睭看到的状况，嘛指出毋捌收到电影制作公司的联络。尊重你的创作自由，问题是你要去讲一个我亲眼看过的这么痛苦、沉重、悲伤的真实事件，那么你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来问一下当时身临其境的人，我们到底看到什么？那个痛是不会过去，我都尚且如此。林先生跟林太太，他们是如何过日子？陈秋瑾认为，台湾欠缺人权教育，真侪人的记忆含了解历史拢无共款。伊出来讲过去，嘛是希望互更较侪人知影，嘛呼吁大众莫对当事人甲家属造成二度伤害。掌握权势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属跟后代，
今天一样享受这个民主跟自然。当时被迫害追杀的人，没有人求感谢，只求说你不要再回头二度伤害，甚至于因为不了解而嘲笑、看清这些人。田秋瑾认为，伊甲代志讲出来，毋是为着制造冤仇，有人无认同嘛无要紧。毋过希望上无通了解当时发生啥物代志，透过无共角度了解为虾米社会对历史甲政治事件会有无共看法。按那根据中央社报道是指出，制作人郭木成证实电影《世纪血案》会无限期延期。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回乡要过年，咱观众朋友你车票拍啊未？这高铁的自由座真侪人排队。今年高铁伫过年疏运期间，头一届推出自由座等待时间订号预告，用青黄红灯呢来提醒旅客排队时间长短。高铁啊预告讲呢，这过年进前上尾一天的上班日落南，和年假的上尾天上北，拢是人上介济时阵，好民众就爱提早规划。过年回乡爱赶紧，伫高铁的月台，常常当看到自由座的人客排甲落长。我人到底有偌侪，爱排偌久？今年唔免搁紧张学白药。春节连假疏运期间，高铁推出了自由座等候的灯号预估功能，以20分钟为一级，共分为了5级，还有绿色、黄色、红色3种颜色的灯号提醒。高铁过年的营运总共11天加395班次，拢总有2162班次载客服务。到拜三早起8点，对予做定位的人有121万外人。自由座的部分，旅客会当用过高铁官方 App 还是 Line Today 生活频道，事先掌握各站排队的状况。之前的话，应该就是到现场才会知道说人流的状况。对，那我觉得现在大家都用手机嘛，就直接看会比较方便一点。我都是常常会到站的时候才赶快要冲进去买票。高铁讲，这套系统是运用将近20年的大数据，结合 AI 预测的模型，提供各站自由座预告的等候时间，可以看即时的状况，随时调整订号的设置，会当让旅客快速判断人多也少。一个绿灯的话，那表示说自由座候车的时间呢会在20分钟以内；那2个黄灯的话，时间会落在20到40分钟；那以此类推，5个红灯的话，那自由座等候时间会在80分钟以上。照高铁预告。人上侪时段是伫过年前最后一个上班日落南的车次，甲休假日上北的车次。初2到初4嘛拢有双向旅游的人阵。高铁呼吁旅客爱利用订号的资讯，闪开人多的时段，互回乡甲旅游的行程更加顺利。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已经是超高龄社会咯，这台北市的老人人口比例是老人比例上介悬的城市。那这台北医学大学附设病院和台北市的社会局有合作，成立社区长照机构，强调专业，也个这医疗科技运用，提供老大人学习也个复原的空间，也正好让照顾者有休喘的机会。照护员陪老大人伫社区长照机构活动筋骨，这个所在是创龄社区长照机构，因应超高龄社会，北医和台北市社会局合作所成立的，就伫社会主体内面。北医董事长表示，虽然空间无大，但是有结合医疗、护健、和医疗照护延伸到社区，提供多元照顾的服务。在里面的所有的人啊。他的生活更有意义，生命更有价值。我相信这个东西才是我们今天整个我们的政府跟我们的台北市政府支持的最重要的一点。而且呢，不仅仅是成为我们所有的长者的第二个家，更重要是社会里面非常稳定的一个中间的力量。政府的长照3.0今年启动。也将照顾服务转型做预防失灵，亲像这个伫台北市信义区的长照机构。就甲灶骹变做老大人上好的复健教室，透过买菜煮食的过程，训练老大人赶有重量的物件、社交甲手的动作。复健毋是医疗运动，是生活的一部分。小规模多机能的临时照顾服务，在我们的北医冲有4张我们的夜宿床，能够提供我们的家庭照顾者更弹性的喘息的服务。以及空间，长照3.0也强调了我们的医疗跟照顾的整合。长照机构导入了非常多的智慧科技的赋能设施设备。台北市社会局表示，
社区型的长照服务，提供日式的照顾和陪伴，但是这个结合医疗专业甲科技运用，互老大人会当恢复生活能力，也会当伫社区自由生活。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台湾头一个家己做卫生青系福卫8号头一粒这碧林卫青，去年11月底呢成功了后，今年1月开始执行任务。国家太空中心今日展示这头一批影像成果，范围会当翕到国内外真侪所在，影像翕甲真清楚，而且平本底设计是搁较好。经过2个月一直操作到后前，国家太空中心赶伫农历过年之前公布这碧林卫星头一批5张卫星影像。台南安平鱼林码头区域清楚看到渔船开过水痕，高雄县达港区域因看到淡水甲海水水色无同甲波纹，船只结起来时个烟火也真清楚看到。福北位伫德科的旧厝塔萨。日本东京国立竞技场厝顶的标志，明治神宫棒球场的青色草布甲蓝色观众席，西班牙巴塞隆纳机场天气屏顶面的无人机也看得真清楚。经过了8年的奋斗、努力不懈，从2米走到1米，看起来好像蛮简单的，其实它中间的技术层次的提升相当的多，台湾在太空光学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塔萨讲，经由美国军方常常用的影像判图解析力的标准验证，较临原性影像解析度符合1比的规格。经由影像后处理的技术，进一步来提升到0.7比的超悬画质。另外，影像清晰度甲深造比率拢比原始的设计较好。台湾已经完全掌握1比解析度光学卫星的能力，能够在防卫和防灾上为我们守护家园。影像成果也能援助友邦，帮助世界。福北计划主持人刘小晶指出，这批林卫星拥有全球解析度上悬的红边波段影像，能应用在精准农业，也有森林的监测。叶绿素浓度还有植物的生长纹理，具有高度的敏感性，所以对于侦测红树林还有附着藻类等生物，能够更精准的判断。这批林卫星达成并且超越预定的任务，刘小晶讲已经准备好往下一个阶段，也就是原始解析度储备迈进。也让福北的第2粒卫星的组装完成，预计2026年底在 SpaceX 火箭来升空。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内湖的东湖路一大间家厝早起着火烧，规栋是烧甲乌糟糟。消防警员有甲1个查甫人、4个查甫人救出来，其中3个送病院，拢无性命危险。有民众讲有听到爆炸声音，真有可能是和烧拍电有牵连。目前消防局还佫伫咧调查。真高乌烟一直向顶面前，也会当看到厝内火势đang咧烧，附近的住户惊甲赶紧走。消防车警示声音一直响，台北市内湖区东湖路113巷一栋民家厝，12早起10点外突然发生火警，1楼全面烧起来，也有附近的住户听到亲像爆炸声，有那个爆炸的声音，这砰砰砰，刚开始是有一点烟，后来是火，消防车到的时候已经很大了。传出有几号回民众受困，消防人员到场，毋但随报水线灌救，同时也赶紧分头救援。合力救出受困的民众，赶紧将人送医治疗。救援人员分别伫地下室、3楼等所在救出1男4女，好在5个人救出来的时阵拢意识清醒。有3名送医，都是清醒的，那惊吓是比较多了。包括到地下室的那个救出来的，他的状况意识也都很清楚，所以他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受到烟熏的状况。火势大约伫11点38分左右红拍花，因为烧的时阵火势真猛，规栋民家厝外观红烧甲乌麻麻，附近被少住户推测可能是甲电线烧得有关系。有发觉到有电线走火的异味，结果我们来看的时候，那个后面的防火巷，他们地下室已经着火了，我们的后院也被他们波及到了。我原应该是回电线吧，好像是外面的那个抽风机，类似像这样的东西。消防局表示，民家厝1楼甲地下室拢有导火情形，因为烧的面积大，相关导火原因甲导火点，拢也有待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蛤蟆县铁道文化园区接着有民众去遐放风吹，文化局也大告示来提醒民众，讲放风吹时阵袂当伤晚近车路边。不过顶礼拜又有民众骑车经过去，互风吹线挂着伤。这个园区监听好来放风吹咧，也引起大家讨论。高雄蛤蟆省铁道文化园区平日假日时，都真侪家长带囡仔来遮行大放风吹。不过即马传出车北有民众骑奥多摆经过蛤蟆省铁道文化园区的时，规个人去过飞过路的风吹线漫过对面车道，加载无车经过，不止个下海颔棍大富翁拢挂着伤。有接来园区省的民众讲，虽然园区所在看有适合放风吹，不过也是爱管制。我觉得限定在某一个地方，然后如果在那个地方以外的话，就做可能罚钱吧，还是什么？我看他有告示说不要靠近这边放，但是如果有工作人员提醒，他们会比较好一点。民众讲的故事就是这个，因为2020年慢慢发生风吹线甲人挂着颔棍的代志，路北文化局就采故事，提醒民众放风吹袂使伤晚路边。不过假日时啊，人一坐满天的风吹黑白飞，园区边的树仔顶凊彩吹，都有风吹掉伫咧遐。尤其附近阁有轻铁经过，若是风吹落伫咧轻铁的铁轨路顶悬，嘛造成危险。对出国际公司表示，若是影响到轻铁，就会依法罚款。民众如果放风筝坠落或其他物品用具进入轨道影响轻轨运行，依照大众捷运法，可处1500元以上7500元以下之罚锾。为加强用路人安全，本局在铁道园区周边均已设置警告牌。未来将加强保全人员的重点巡逻，劝导民众勿靠近周边道路放风筝，以避免风筝线伤人事件发生。文化局强调，已经有采购时提醒，未来也会派人加强巡视，避免风吹挂上民众的意外再发生。记者郭家如、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观光署公告，今年过年假期各县市的订房率，这前3名是嘉义市、台中市，还有云林县，拢要到6成。其中，这云林县初1到初3呢，就76%含84%，是全国上界多。云林县政府表示讲，因为民众过年时阵呢，拢会去到庙里拜拜，也打造附近的观光，成功甲这信众留落来断眉。都客满了耶。饭店业者无用咧接电话，拢是咧问过年期间饭店敢还阁有空房。交通部观光署公布，今年过年期间各县市订房率全国平均订房率43%，前3名是嘉义市、台中市、云林县，拢将近6成。陆陆续续呢，有很多人打电话来预定。那我们在11月1号利用半天的时间呢，就是40间全部都客满，除夕到初3都客满了这样子。那还是有人打电话来预定我们。一天暝加起早，将近要20几万人来，希望大家来拜妈祖，祈福点灯，求平安。云林县府表示，新春过年期间，真侪民众拢会到庙林祈福拜拜，而且全国有名的妈祖庙，包括北港朝天宫、西螺福兴宫等庙宇，拢会吸引不少观光人潮。加上县府积极推动乡客转游客，成功打造周边观光廊带，和乡客会当留落来住，提高住房率。除夕的当天呢，云林的住房率就64%，那初一呢也来到了76%，那初二呢也有75%，那甚至到初3这个迎财神呢，这个住房率高达84%，所以平均下来这几天这个整个在云林的住房率就高达79%。云林县府表示，云林对2023年开始连续4档春节假期订房率拢伫全国排头名。除了新春祈福吸引观光人潮，嘛积极发展周边景点，包括后尾建国眷村、口湖银湖地方池，也是草岭石壁樱花柜顶，拢会当提升乡客留宿的意愿。记者综合报道。有企业家连续几多年拢会捐钱予屏东的邦山乡发红包予乡亲，今年是第4年咯。这邦山乡公所在一开始也替这位大头家分红包。来，伊的是3个哈，你搁点一个。民众一透早正行到嘉禾福德宫欢喜领红包，因为有科技公司的董事长伫邦山嘉禾社区出事，为着回馈家己的故乡，对疫情时期就开始逐年过年前分红包，今年是第4摆。那你这一包是多少钱？我3000哦，嘉禾是一个3000，其他的是每人1000，只有嘉禾，因为他是嘉禾出生的。我嘛是姓陈。哦，这拢我的祖先的地啦，真的。
董事长陈朝旺是科技公司头家，因为伫疫情时间生意袂歹，想要帮助在地乡亲，互大家会当过一个好年，就委托邦山乡公所加入社区居民领1000块，加贺社区居民3000块，今年总共发690万互乡亲。而且读册费用大汉，所以讲事业有成啊，爱回馈乡里啊。头一年是我伫阮嘉禾社区每一户2万，第2年我邦山乡嘉禾社区3000，其他的社区是一个人1000。卖这人表示足欢喜有遮尔好的头家愿意做善事，造福在地居民，实在是邦山之光。接续明仔载会伫邦山乡公所分13伫虹港老人中心，地方乡亲人拢有举。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最近的国片《阳光女子合唱团》是真唱，民众看甲真感动，票房也冲破5亿啊！目前的票房伊是排伫咧亚军，第一名犹原是电影《海角七号》有5.3亿的票房。文化部长李万讲是家己看甲是目屎流目屎滴，伊个伫咧过年了后有机会赢过17年前的《海角七号》，争做台湾的票房冠军。监狱啊，根本不适合养小孩。你也说了，3岁之前啊，我都还是可以照顾他，不是吗？互人哪哭哪笑的国片《阳光女子合唱团》口碑是愈来愈好，民众拢会斗相报，建议伫要看电影之前爱先传好卫生纸。就是我看到每个人他们都有哭这样。有没有带好卫生纸来？有，我带好几包。带几包卫生纸？我带4包。国片让17档大洗牌，根据统计，目前《阳光女子合唱团》票房已经突破5亿，伫咧国片票房排行顶面已经超过《西迪库巴勒》。迄几年咱做伙着个查某囡仔来到第2名，离冠军的《海角7号》的5.3亿，搁差一寡寡。他一定会在过年就破了这个纪录。这个电影我看到一个地方，我歌声一响起我就哭了。刚开始他们的票房没那么好，是因为遇到这样一个文化币的一个助力，他们整个就起来。文化部长指出，这几年国片的市场是愈来愈热，对2025年的角头斗阵的96分钟，连续创下2亿的票房。到年底的大梦棒球纪录片冠军之路，拢有真好的成绩，显示咱的国片市场当咧进入一个类型多元、佮受欢迎的正循环。去年过年无国片。今年过年有上少2支，第一支是功夫啦，还有另外1支是双喜，阳光女子合唱团，总共有3支，会当讲有3宝，国片3宝伫这贺岁的冬季内底。影城业者表示，趁这波国片热潮真看好，伫咧过年期间会当和民众共同迎来台湾国片的黄金年。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索马利亚一台升空航空的飞行机，伫咧当地时间7日起飞了后，就发生故障。这机长决定要随修落来，不过飞行机已经惊偏去啊。最后是晓伫咧机场附近的海沙堡，这架飞行机险险啊四线，加载所有人拢活落来。小型客机点点啊，泊伫海沙堡。我过去看，飞行机的头已经毁损，这边的机室登去。机舱门国技术伫咧逃生的时阵受到真大力的破坏变形。这架飞行机是荷兰制造的福克50型客机，属索马利亚航空公司升空航空的飞行机。本地7日是伫咧摩加迪休亚丁阿德国际机场出发，要飞去北部的城市加尔卡约，所伫咧飞起来15分钟後，發生各種緊急降落。Today, one of our fleet.Fokker 50, tail number Yankee Alpha Sierra, experienced a technical issue a few minutes after takeoff. The crew managed it professionally and communicated the tower.不过，飞行机伫咧试降落的时阵，煞偏离跑道，落尾是冲出天机坪，停伫附近海岸线的海沙堡顶悬。所罗来非洲联盟驻索马利亚特派团和联合国索马利亚援助团只紧急救援人员开始救援。机顶50个乘客和5个机组员拢顺利逃生。The tower granted priority landing. They landed runway 23. The aircraft overran.On the runway and come to the pitch. No injury, no death.
星空航空是学到机长的反应真冷真够紧，互机顶所有的人员拢会当安全逃生。外国媒体 BBC 嘛报道，索马利亚的交通部长接到消息嘛赶到现场，目前已经对这个飞案意外开始调查，要确认造成紧急迫降的技术故障原因。公司新闻单视同编译。美国总统川普在对加拿大呛声，提交发文威胁，讲要来组织一座小接美国和加拿大的跨国大桥通车，对非加拿大爱获这美国的补偿爱有够惊。事实上，起的费用拢是加拿大出的，这所有权也是两边政府共享。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讲这个问题会来解决。连接美国密西根州伫德律市甲加拿大安大略省开47亿美金所起的河隘国际大桥，使用已经过身的加拿大 NHL 职业冰球团结选手河隘来命名。伫奥巴马总统任内批准，川普头一个总统任期动工，今年即要完工咯。也为川普提到伫真实社群发文，威胁阻止这座大桥来通车，除非美国为付出的一切得到充分的补偿。此外，指控加拿大拥有大桥两边所有权，主张美国至少应该拥有一半。双方会随来展开谈判。Why has the president changed his mind as it relates to this bridge? Canada will control what crosses the Gordie Howe Bridge and owns the land on both sides is unacceptable to the president. It's also unacceptable that more of this bridge isn't being built with more American-made materials. 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7日讲，伊甲川普进行一摆正面的谈话，并且提醒川普，因为美国负责付钱，起桥的费用受加拿大负担的，了后再个由收费来行这个成本。同时，甲美国共同享有这座桥的所有权，时间过程使用美国甲加拿大两国建材甲工人是两国合作上好的典范。伊认为讲，情况会来顺利解决。川普即摆搁再甲加拿大对立，伊的目标是指向更加广泛的贸易问题。伊指控加拿大甲中国扩大贸易往来，会造成加拿大和中国拢吞食了。另外，伊个无证无据来讲，中国会禁止加拿大所有的冰球比赛，和国家冰球联盟 NHL 最高荣誉史丹利杯永久来消息。伫意大利米兰举行的冬季奥运美加女子冰球之前，因为最近的政治因素，受到更加多注意。Matter of Canada versus the U.S. They play all the time, and hopefully Canada wins. Leave the politics out of it for a change. Due to the political climate, there's a lot riding on it. I think most of the world is cheering with Canada for this one. 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今日台北桃园新竹对13度到23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2度到26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3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6度到2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0度到20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Thank you.